2025大阪世博會澳門活動週一連3日舉行，以感受澳門為主題，推廣澳門嘅世界遺產、非物質文化遺產以及大型節慶盛事，向全球旅客展現本澳東西文化交融薈萃、古今輝映嘅獨特城市魅力。由黎麗晶喺日本大阪報導。本澳旅遊吉祥物默默衝出澳門，嚟到日本大阪世博會。仲有本澳非物質文化遺產葡萄牙土風舞、醒獅等表演。呢度係2025大阪世博會澳門活動週現場。現場嘅氣氛就好熱鬧啦。咁我哋呢就15年前呢，就喺上海世博呢都已經有參加咗一次啦。今次呢，就15年之後呢，我哋又喺呢度再同大家嚟見面。咁個氣氛同熱鬧呢，就真係〜又係人咁多人啦，同埋個氣氛熱鬧，就啲人就真係好熱情啊，仲更加熱情。佢越多人咧，我哋越開心，越跳得越好。明白。我哋嗰個跳舞啦，係因為佢有喜慶啊party 啊嗰種類型咧，佢哋會一齊去跳，即係俾人睇嘅。咁變咗咧，我哋就想話帶翻嚟俾你哋，都係睇呢樣嘢啦。同埋咧，我哋啲衫啊，即係俾翻你哋睇，原來葡國咧係咁嘅，啲衫係咁嘅。我哋今次澳門2049係帶咗現代嘅舞步同埋傳統嘅舞獅咯，將結合一齊呈現俾公眾睇。We were so excited because it's very colorful and we like very much the music. 現場亦都設有非遺拓印及葡式瓷磚畫工作坊。我畫完這個肯定要去當面看一下，要看畫得多準啊！對，肯定要去看。澳門活動週一連3日喺日本大阪世界博覽會中國館舉行，以感受澳門為主題，推廣澳門嘅世界遺產、非物質文化遺產及大型節慶盛事。澳門活動週活用咗中國館嘅多個區域，設置咗大三巴牌坊、馬國廟等嘅本澳地標建築立牌裝置，串聯成一條流動嘅澳門世遺步行路線。澳門活動週亮相大阪世博會，係繼2010年上海世博會之後，時隔15年再度參與，亦都係澳門自回歸以嚟首次亮相海外世博舞台。而活動開幕儀式10月3號朝早舉行。澳廣視記者黎麗晶喺日本大阪報導。